就算你唔係香港人，你應該聽過九龍城寨。呢一個係一個真實存在過嘅三不管地帶，政府基本上唔理，警察好少入去，樓貼樓，槍對槍，我高頭永遠見唔到個天，啲水喉亂咁駁，電線亂咁拉，醫生仲可以無牌行醫添。但係最吊詭嘅地方係呢個地方並冇我哋想象之中咁亂。通常我哋會將呢一種情況稱為地下秩序。咁但係九龍城寨係唔係世界上唯一嘅一個特例呢？我哋不妨將個鏡頭放去另外一個地方，就係90年代美國芝加哥嘅南區，嗰度當時有全美最大嘅公屋社區 Robert Taylor Homes， 入面差唔多住咗3萬幾人。而喺嗰個時代，美國社會毒品全面爆發，公屋政策徹底失敗，呢幾萬個人就困喺同一個貧民區入面，警察唔願意入去，政府基本上放棄。呢一個就係美國版更加極端嘅一個九龍城寨。當國家機器慢慢退出，當法律開始失效，我哋就會發現有一樣嘢佢會自然咁出現，就係黑幫啦。而最癲嘅係有一個人，佢原本應該喺大學入面做研究寫論文，但佢竟然選擇隻身一人行咗入呢個地方，所以同啲黑幫大佬做朋友，長期一齊生活，甚至乎仲親自體驗過做一日嘅黑幫領袖。因為佢想搞清楚一個問題，就係當制度崩塌之後，人究竟會點樣重新去建立秩序呢？呢個人就係印度裔嘅美國社會學家 Sudhir Venkatesh。佢根據自己嘅呢一段經歷寫成咗一本書，書名叫做《Gang Leader for a Day》。呢本書亦都改變咗成個社會學界對地下秩序嘅睇法。呢本書並唔係去話俾你知黑幫佢有幾壞，而係同讀者一齊探討咗一個更加現實嘅問題，就係當有一日你發現法律仍然存在，但係已經冇人再相信佢嘅時候，一個普通嘅人又會點樣選擇呢？